母庙来推出这个外港大菜，就是希望讲，在咱迄阵全盛时期，酒家菜一个特色菜路来奉献，来呈现，互咱来游客。啊，这袂甲咱当地一个菜地方小吃来做一个打擂台，因为咱的地方小吃喜欢吃意面，喜欢吃打枪鸡，我们也会去欣赏去吃。你也想讲要食阮永春啊繁华时期的地方的特色菜肴，咱嘛会使来母庙再来欣赏。所以是来提供，互更较侪人有更较侪的选择来咸水，拢会使食到无同的地方小吃，地方特色菜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俗谚一府二路三艋甲4月金，盐水曾经是台湾重点经济城市。在商业活动蓬勃的孕育之下，应酬文化也留下许多在地特色佳肴。盐水区近期推出粤港大菜，邀请大家在盐水风炮、月经港灯节、盐水意面之外，体验更丰富的文化特色美食，让游客在盐水小镇感受更多时代风华。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盐水武庙餐厅，来重现过去的粤港大菜。大家都知道台南市是美食之都，但是美食之都绝对不只有府城，在原来台南县的地方，我们知道一府二路三艋甲，还有4月金，也就是说过去曾经最繁荣、最繁华的，也就是我们的盐水。所以说盐水有很多这个菜色，当然有所谓的酒家菜。那过去的酒家菜，现在经过改良之后，成为粤港大菜。所以那欢迎大家来台南来盐水的时候，不仅可以看风炮、看月经港灯节，还有看月之美术馆，还可以吃大菜，吃到我们粤港大菜。所以我想非常多的这个美食，我们请了大厨来精心调制，将来也会在盐水的许多的餐厅、大街小巷都看得到。我们也很希望各位好朋友，大家来看看我们盐水除了美景，除了很好吃的水果、番茄意面之外，还有哪些大菜，都欢迎大家一起来盐水看美景、吃大菜。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月1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的旧城区在假日时因为观光人潮真多，定大塞车，所以市府交通局就积极引进 AI 智慧的技术，完成中西区智慧路网动态设置系统的升级，降低旧城区塞车的问题。上午在大台南交通中心发表成果。台南府城一直拢是台湾上热门的观光城市，每到假日，真侪热门景点路线总是会塞车。为了改善塞车状况，市府向中央争取预算，布建智慧交通系统，让市民大众有更加便利的交通。利用智慧科技，能够来让许多一些特殊的车辆的这个通行速度能够有效提升。这里谢谢中央跟我们市府还有议会的支持，能够让这个预算能够通过，能够相当程度的有效提升交通服务品质。台南市是个古都在古都里面要辟建新的道路，坦白讲有一定程度的难度。但是除了辟建道路之外，我们也努力来辟建道路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运用许多科技的方式，能够让民众得到意义有效果的提升。市府交通局好事2档，逐步针对中西区14条容易塞车主要干道，建置24组 AI 影像辨识设备。这套系统伫启用了后，不但会当减少指挥交通能力，嘛会当降低旧城区干道塞车的情形。启动智慧路网车畅行教育设施再升级。就是旧城区的这个路网其实很密集，而且道路路幅狭小，那交通的流量的特性呢变化多端，所以呢过往呢就靠我们的这个监控人员呢，透过监视器，那及时的来
判别这个拥塞的方向，然后来进行号志的调整。那为了让我们的号志更聪明，所以我们就跟交通部争取经费，那透过 AI 辨识跟这个相关演算法的设计，所以我们现在的号志呢，可以及时的根据拥塞的方向来调整红绿灯的秒数。哦，那就是说我们让比较拥塞的方向的绿灯时间稍微增加。那我想，这样子呢，对于我们整个道路的使用的效率可以提升。透过这样的设计呢，第一个可以减轻我们监控人员的负担哦，我们用全部是电脑即时来控制哦，所以是比较及时。另外一个是我们透过这个演算法呢，我们也设计了拥塞告警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路网呢，在这个路网里面的这个 AI 辨识跟监视设备呢，会及时告诉我们把这个拥塞等级分级，然后如果有拥塞的时候，可以及时跳出来拥塞的告警。台南市是一个古都，在古都内底僻近性的道路有种种的困难，但除了僻近道路以外，台南市政府运用科技，和交通运输效能也得到了改善。台南新闻家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天辉、议员陈怡珍、创专甲周丽珍，感念长久以来受到安南区、北区、中西区、南区甲东区的市民支持，所以特别结合侪爱心的单位，发送生活物资，予整个区的继续的好民众，希望会当互因好过年。由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天辉共同发起，和家收日后好过年活动，募集了白米、面条、豆油、沙拉油等生活物资。1月16号要来关怀台南市5区3200户的家收日后。庭委委员，还有陈怡珍议员、周丽君、蔡旺娟，都长期受到市民的支持。为了回馈社会，今年呢是第19年。在服务处挖望，我们这个挖望的呢有白米、干拌面、卫生纸、沙拉油、酱油、牙膏等一些都是民生用品。那将近3220户的低收入将会受惠。针对所有的低收入户，这一次都一起来响应，有这个弱势这个物资的捐赠呢，希望说能够让所有的弱势的朋友能够过个好年哦。那同时我们也怡珍跟廷飞这边也是透过爸爸的这个陈家照基金会，那也有很多物资的捐赠，也希望说来协助我们所有的弱势朋友哈。议长委员跟我们同事，我们联合再继续扩大哈，所以也得到更多的一个帮忙。那这个可以受惠的这个更多哈。那我在我的服务处，同时在发放的那一天哈，我们现场我那边也请到很多的书法家哈，包括赖清美老师，很多的书法家，书画学会6、7位以上的书法家都在现场直接也是挥毫送这个春联。这次爱心物资除了有侪明代帮忙募集，今年更结合登录爱心会、好第一食品、同雅电子、乔登日式发型、肯尼士有限公司、天宝生物科技、日隆电科、沙仑社区发展协会等爱心单位共同来到赞助。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这些年来都有机会可以为低收入户的人服务啊，那我们也很愿意贡献我们的一份小小的力量，然后抛砖引玉，在过年的期间就是出一份力量，让大家都可以帮他们剪得很漂亮，然后过一个好年这样子。议长郭信良表示，这次关怀对象是5区大约3200户家收。但伫整个大台南，较有9600多户家收日户，需要大家关怀。伊也希望有认同因照顾弱势理念的人，会当共同加入。明年无排除要扩大照顾区域，欢迎大家做伙来做爱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为了平衡城乡教育，议员吕维英结合北区扶轮社以及直达外语，关键线顶英语教材甲平板电脑，予台南市关庙、北河以及客家3间国小，希望会当强化当地学校的英语教育品质。由议员吕维英媒合北区扶轮社甲直达外语公司，共同关键的线顶英语课程的教材甲平板电脑。在和下午伫个议会1楼简报室来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
教育局长郑新辉以及多位扶轮社的社友、直达外语的执行长拢到场出席。在这边先特别感谢我们的北区扶轮社的善心义举，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从前年开始，我们台湾台南也面临了全球化中的一个数位落差的一个危机。那特别是在这一次疫情里面线上教学更显重要。那这两个因素的冲击之下我们发现，其实台南有很多，因为台南范围比较大，那台南其实有很多这个比较算是偏乡的一些学校，其实特别需要在数位落差的一个部分来做努力的弥补。不只是因应数位落差，也因应了这次严峻的疫情。谢谢直达外语能够提供非常好的线上课程给我们3所比较偏远的学校能够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而且不要输在这个城区，不要输给城区的同学。那这个部分，那尤其谢谢北区扶轮社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媒合能够牵线直达外语。那在吕文义议员的这个居中协调之下，能够让北区扶轮社跟直达外语能够协力起来，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那让我们3所学校的校长和家长和老师，大家都能够运用最好的工具，能够让我们孩子在起跑点就领先。我们很荣幸可以为台南市的偏乡小学尽一份力量。那北区扶轮社其实长年以来大家都会投入一些资源进入到我们的偏乡小学那诚如市长所说的这个教育是绝对不能输在起跑点而且还要领先其他的一个县市的一个阶段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小学生可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让他们在未来的教育上可以越来的越进步那当然是希望说对这个社会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回馈那这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行为。那也希望说未来可以有机会那结合更多的力量来让我们的小学生可以获得良好的一个教育。受证单位包括关闭的宝东国小、北河的竹门国小、甲客家的汀州国小，3间受惠的国小校长嘛拢亲自出席，感谢关政单位的热心公益。这届受证的有线顶的英语课程加平板电脑，总共将近90万的远距英语教学的设备，希望对偏乡学童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台南商业艺文团体星星闪烁音乐设计以及台南市林主会共同主办，以原创专协办的公益音乐会，1月15将伫台南市美术馆2馆展览厅举行。同港将会邀请大公国小特教班的学生参与，希望透过音乐抚慰人心。伫新庄小提琴家陈庭玉的演奏这首《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感动人心的音乐，将为这个礼拜6 1月15号的公益音乐会来宣传。由台南市商业艺文团体星星闪烁音乐设计，加社团法人台南市林主会共同主办，原创专协办的《遇见你，听见爱》公益音乐会，15号将伫台南的美术馆2馆的跨域展演厅来举行。虽然200张的票真紧就售完，不过现场将邀请大公国小的特教班学生来参与，希望透过音乐的疗愈，能够看到小朋友欢喜的笑容。这个过程有很多朋友的帮忙，然后有很多大家关心，这样的那么有意义的音乐会得到很大的回响。那我们也期待说，未来在台南能够再有第2场、第3场可能这些特教班的同学心中是不是以这种精神，让我们那个种子能够播种下去，
更多哦，有特教班的同学能够来参与哦，以这种抛砖引玉的精神哦，来把这个种子继续传播到各个国小、国中，甚至呢我们的那个大专。那这次人慈会也非常的感谢他们来支持这样一场公益音乐会。我想很多有障碍的人，但是透过音乐与艺术，会让很多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无障碍。然后这一场音乐会，我相信可以让很多平常你没办法去参与一场音乐会，但是透过这一场无碍的音乐会，可以让更多身障的朋友可以来感受音乐的美好。那这一个部分也感谢所有人的一个参与跟支持。东港的音乐会将邀请全盲的钢琴家，同时也是金曲金马奖的得主音乐家黄玉祥，甲心脏小提琴家陈庭宇共同来演出。另外嘛有新生代创作才女歌手白灵的演唱，希望透过音乐会用汇集鼓励人心的一股暖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安平区建平里1月15将伫活动中心举办岁月年节送好康的活动。建平里每一档伫春节进前，拢会举办沙漠市场。除了二手的商品甲废电池回收以外，佮邀请东区区公所正风社的主任杜建忠现场写春联送互民众。建平里伫每一档的春节的前2礼拜，拢会举办跳蚤市场。15岁下晡2点到5点，伫建平里的活动中心，除了有跳蚤市场以外，现场嘛邀请到东区区公所正风室主任杜建忠来到现场，为大家亲笔写春联送互里民。很高兴到邀请到我们那个东区的正风室主任杜老师来帮我们写书法，因为他去年有帮我们来义务写的时候，但反应效果还不错，所以我们今年再邀请他。那我们配合这个。我们的1月15号，我们下午2点至5点的跳蚤市场，还有商品展我们就搭配了还有许多，刚才讲的那个写春联免费写春联。再来，我们有请那个面相老师一个杨小姐，还有她女儿来过来来做面相，还有那个塔罗牌的那个义务免费性的算命。那我们当天，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2手商品义卖之后，因为我们会准备一些2手商品来做义卖，那我们义卖所得的钱呢，作为我们的爱惜基金会。里长傅建峰为着要让活动更丰富，特别邀请2位命理老师提供民众来提问问题，佮有提供现场的企业式猎人免费体验。东港为着要响应环保，鼓励民众会当将废弃的电池佮有光碟片带来现场来做回收，活单位所提供的生活用品。欢迎大家伫咧15岁当日会当小招来参加。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社区大学第42期的教学博览会1月16将伫文化中心广场举办。台南社区大学秉持走读式的教学，希望学员会当多元学习。因为疫情的影响，台南社大有真侪课程积极以城市作为教室，透过无同的创作方式来记录咱所生活中的台南风景。16岁下晡2点到5点，伫台南的文化中心假日广场会举办第42期的教学博览会，欢迎市民朋友共同来参加。所以说我们在老师很多课程18周的课程里面，会有几堂课呢是涉及到户外去做走读。那在走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透过大家所学的东西，可能是写生，可能是油画，也有可能是本身就是学就是历史人文的那种纪实的，或者是说就是历史的部分，然后也有像我们的生态的部分，就会透过这个走读的课程里面呢去记录去调查。
那当然就是透过一种五感啊，因为我本身不是在课堂上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授课而已，而是在实际的场域里面去做一些体会。那所以说，就是透过了这些记录，那我们在教学博览会当天呢，就会有做一个展现成果的展现这样子。台南社区大学以台南人风景，还有在地知名的小吃甲古迹景点，透过做读书的方式学习，让学生透过写生、油画，甚至是翕相的方式，透过家己记录，把生活中每一个成为历史的瞬间记录落来，并流传落去。那在这些画画课有没有可能，除了是自我学习之外，它能够应用到不管是对城市的记录，或者是自己对于城市的观察，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去连结？所以呢，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来策划一个？我倒不是说教大家画画，我们是就是带着一群人，就是喜欢画画的人去写生。跟我们现在的文化、城市的记录跟生活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保存跟保留。我们现在不敢说它的价值是多少，但是我相信有一群人默默付出在这个城市里面，然后用这样子的可以高保存性的这种媒材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无形之中未来会是成为一个台湾一个很好的一个资产。除了记录生活，台南社大嘛透过铁马社推行铁马运动，让大家做伙来为历年减碳来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因为长期空间受限，原本位伫地下2楼的化疗注射室，需要服务的病人愈来愈多，所以特别设立细胞治疗中心，不但扩充化疗的床位，而且提升医疗照护空间的品质。伫个基美医学中心院长邱仲庆的带领，包括5位副院长、医疗秘书、加细胞治疗中心的主任冯英勋等人共同揭牌。基美病院的细胞治疗中心加化疗注射室7号上午正式启用。请揭牌。奇美医院今天很高兴能够有一个新的化疗的空间。那病人在做化疗的时候呢，都是相当辛苦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舒适、宽敞的空间。那我们院区挪移以后，把这个黄金地段呢打造成一个相当舒服的化疗的中心。那我们这里有18张的床跟椅子，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落地窗，这个采光相当的好，所以这个病人在做化疗的时候，这个环境也是相当重要。那我们希望搬来这里以后，以后做化疗的病友呢，可以有更优质的服务。基美病院细胞治疗中心甲癌症血液肿瘤科的主任冯英勋表示，基美医学中心对2020年的2月得到卫福部正式的核准，以自体免疫的树突细胞的疫苗治疗实体癌的第4期以及第1甲第3期实体癌经过标准治疗无效的病人进行收案甲治疗。而化疗的注射室，这是提供完善的化学治疗加医护的照顾。基美医院目前的开发的话是所谓的免疫癌症细胞治疗，那目前已经跟国内3家的细胞治疗的备资单位有合作。那从109年7月起，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接受病人的一些治疗。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有17位病人已经参与这个治疗，那其中有5位病人的完治。那目前为止的话，因为我们的细胞治疗需要更好的设备、更好的环境，来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的品质。所以在今天，111年的1月7号，那我们就开始正式启用我们的细胞治疗中心。那里面有一个良好的细胞会谈室，可以让我们的家属、能让我们的病友能够在这边做一个双向的沟通，了解病情。那我们有一个崭新的一个细胞治疗区，里面有舒服的床位，还有一个舒服的一个休闲的空间。它是一个单人房的设备，能够让我们的病友能够在这边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品质。目前细胞治疗中心加化疗注射室总共设有18床的化疗专用病床加按摩椅，不但有舒适的环境加自然的采光，另外嘛有隐蔽的空间加视讯的会谈室，希望提供癌症的朋友舒适的医疗加照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